Hello， 大家好，我係敦勤，歡迎大家嚟到星期四傾下偈嘅第10集。咁廢話唔多講，我哋今日即刻講下我哋要探討嘅一副 deck 啦，一副喺 M1L 曾經俾沙奈朵打到黐咗線嘅超級魯卡利歐 EX 啦。咁超級魯卡利歐 EX 就個體質係幾好嘅，佢嘅高波係可以當武打用嘅，因為有呢個嘅鐵掌力士嘅特性。大力補足嘅，咁所以就，但係何奈就係因為之前沙奈朵俾佢打到 Blackjack， 咁所以就呢副魯卡利歐嘅 tier 進一步降低。咁但係，咁大家都知道啦，沙奈朵已經退標㗎啦，咁所以就，佢有啲係超屬性啦，咁所以目前超怪崛起嘅就會係狐狸咯，得返狐狸一副係超屬性怪。去到即係主流攻擊係得翻狐狸一副嘅，咁但係狐狸嗰個手之力量係造成手牌張數乘以2個傷害指示物啊嘛，咁但係弱點係傷害數值乘2，咁所以狐狸嘅招式同埋魯卡利歐個弱點係冇對沖嘅，大家記住呢個位，佢係冇對沖嘅。係啊，佢係冇對沖嘅，所以咧，如果遲啲賽場話，我有8張我有9張手牌，可唔可以9乘以2個出線物，即係180傷害，再乘翻佢嗰個弱點360咧，係唔得嘅。係啦，係唔得嘅。咁要咁多位注意啦。咁所以就廢話唔多講，即刻講翻呢副 deck 嘅內容物先。咁 Pokemon 怪嘅部分咧就好標配嘅，4張利歐盧，3張嘅超級魯卡利歐。咁呢副 deck 最主要都係用佢超級魯卡利歐嘅一技。波動特集打130，喺棄牌區選擇3個基本格能量，填俾自己備戰區嘅寶可夢身上。呢副 deck 係最主要都係因為填能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呢副 deck 係會最主要都係填能俾個鐵掌力士嘅。陣間再講嘅，咁之後就會有幕下力士3張同埋鐵掌力士2張。鐵掌力士2張，佢嘅特性大力捕捉器，喺自己回合將手牌從這張卡並完成進化時，可使用1次選擇一隻對手嘅備戰寶可夢與戰鬥寶可夢互換，就係老得字咯，就係波蘇達。咁就即係高波可以用波蘇達用啦。咁呢副 deck 其實最主要都係靠捉啦。因為呢副 deck 嘅爆發點唔高，咁最多都係270。咁我計算埋你4個嘅力量蛋白飲，即係陣間再講。可樂就都係即加多120就真係390。咁如果人哋係超級代獸加張英雄斗篷咧，係打唔死，即係最高傷害都係打唔死嘅。咁所以就同埋你唔會用4張咯，只係一回合你用唔到4張咯。如果唔係就會後繼無力咯。你可以用，但你真係咁好彩俾你抽到4張，但係你都唔會用晒咯，你會後繼無力咯。咁所以就係咯，就唔會用晒4張，所以打唔死。咁所以必須係要用捉嘅位置去捉翻少少細 HP 怪去打死咯。佢啱啱話魯卡利歐係填能噶嘛，咁佢最主要都係填俾鐵掌力士。佢嘅招式係3個格能量，打210，自己受70傷。作為一掌怪嚟講，呢張卡係幾優秀，咁所以就佢格能量咧，佢可以好匹配配合魯卡利歐，所以呢副 deck 係哇，簡直好。咁跟住咧就係呢副 deck 嘅抽類部分。抽類部分會有2張嘅太陽岩，2張嘅月石。咁相互嘅，咁月石嘅月光循環係如果備戰區有太陽岩或者出場所有太陽岩先可以發動。掉咗格鬥能量抽3張，咁掉格鬥能量就可以俾超級魯卡利歐回填啦。咁而太陽岩嘅招式宇宙光速係打70，但係如果自己場上冇月石係用唔到呢個招式，咁所以佢哋2個係互通嘅，一定要2隻喺晒場上先有機會可以做到。都冇得講啦，而家太陽岩月石嘅抽類族喺各副 deck 都有出現過，就係太陽啦，都唔用講啦。咁賽婆退標啦，咁就如果賽婆都唔用講都係因為次絕上行，但係抽兩副賽婆有啲難。咁但係所以其實
同盧卡利歐呢副都一樣咯。呢副都其實冇乜抽類，即係講真冇乜抽類，咁所以一定要落呢個鑽石系。最下一張特別嘅 Pokemon 係可達鴨。新來到退票之後咧，多隆都係會崛起嘅，多隆係會崛起嘅一副 deck 嚟嘅。咁而家最常見就係炸彈多隆。咁所以落翻張可達鴨防一防多隆嘅炸彈咧係好有用嘅。之後到 item 卡嘅部分會有4張嘅戰鬥螺、1張寶可平板同埋4張高級球。呢一度咧就係全部 deck 可以檢索到 Pokemon 嘅手段。係啦，戰鬥螺就可以喺中嗰陣就可以喺 deck 度揀一張嘅基本能量卡，或者係隔屬性寶可夢卡，即係無知水晶。隔屬性版嘅無知水晶，係啦，落硬4嘅就唔使多講，基本上盧卡利歐專屬嘅呢副 deck，同埋用呢個嘅月石抽類系統人都會專用呢副 deck。平板就因為冇咗巢月球，咁所以就用平板代替巢月球先試啊，先試得唔得，唔得就再改。高級球唔使講啦，高級球呢副 deck就可以揾條仔嚟試做老拉用啦，用我盧卡利歐都得，係啦，唔使講。之後咧就係4張嘅力量蛋白飲，在這個回合自己的隔屬性使用知識時，對對手的戰鬥寶可夢造成傷害加30點。4字就落硬，都係呢副的爆發力高，咁所以你唔落4張都唔知點幫你。3張夜間擔架，呢副夜間擔架係離奇地多嘅，咁因為本身我哋舊嗰啲係會落1張吊杆2張擔架。咁吊杆最有標啦，唔好用吊杆啦，咁所以就用擔架代替住。先都係講嗰句試下嘅啫，唔得再改。最後一張係改造之錘，咁就係針對現有嘅古舊能量。咁其實因為我哋呢副 deck 好難先可以打死到3象怪，即係我跟住如果你係用盧卡利歐打死3象怪，但係因為俾對手古舊能量燒咗，咁你都唔抵啦，係嘛？得2張就唔抵嘅，咁所以就。改造之錘收翻3象咁樣咯，的確一個保險嘅啫，少少都係。之後到support牌嘅部分就4個莉莉亞、1個博士、2個嘅裁判。呢個就係成副 deck 嘅 retreat 手牌嘅一個，即係換手牌嘅一個嘅一個卡啦。莉莉亞唔使講啦，前期後期都可以用，加速排穩定度。1張博士就抽類啦，唔使講。2張裁判就干擾，冇奇數或者落台裁判，都係講嗰句試下嘅啫，唔得再改。之後就係4張腦帶，依副 deck 玩足噶嘛，唔使講啦，復蘇打。仲有一張係空手道王的演練，在這個回合自己的寶可夢使用招式時，對對手的戰鬥場的寶可夢 EX 造成傷害加40。係 EX 啊，記住係 EX 啊，對普通怪係冇用嘅。OK， 咁都係加傷怪啦，即係加傷嘅 supporter 啦。之後到道具卡嘅方面有2張氣球，1張嘅英雄。好多嘅 Aspect 都係用呢個嘅極限腰帶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副 deck 我落咗空手道王的演練，其實我自己覺得夠。我會喺高球試用呢副寶可夢，如果係唔得嘅話，我再改翻。因為呢個環境冇咗神之8個公司，咁所以唔可以好準時咁檢索到極限腰帶，咁所以倒不如穩陣啲加英雄斗篷落極限腰帶會仲好啲，我自己覺得係啦。咁呢個就 retreat 啦，唔使講啦。競技場嘅部分，圓形競技場1張，同埋呢個嘅引力山我1張。呢副 deck 嘅傷害數值都係低，個個都係低，咁所以咧佢進一步壓制而家最近 Pokemon 嘅 HP 係好緊要嘅。咁圓形競技場就係。呢副 deck 因為除咗盧卡利歐之外都係100血80血嘅喎，咁所以就落翻張人落圓形嘅場保護翻，如果唔係對住馬利的長毛巨魔就係咁俾佢跳，係咁俾佢變傷死晒啦。到呢副 deck 最後嘅能量卡啦，咁就9張9張格鬥能量啦，基本配置。玩開盧卡利歐嘅都知道9張能量少唔得多唔得，咁樣就係咁，即係9張，好唔好？好，呢副 deck 我會排喺佢喺 T2嘅頭，都係嗰個，因為冇沙去到啊嘛，咁所以呢副 deck 我會排佢喺 T2 頭 T1 尾 T2 頭位咯，好冇？好，咁今集先到呢度，下條片再見，記得 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再見，下9先，拜拜。